参见皇后娘娘。陆姑娘身子这么差，怎么不早说与娘娘听？姑娘那口鲜血吐出来，可把娘娘吓了一跳。无缘无故晕倒的是我，受惊的也是我，好不好？宫中自有规矩，身体太差就不能伺候贵人了。娘娘仁慈，特意在宫外给姑娘准备了住所，可自行养伤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想把我驱逐出宫，对吧？陆姑娘慎言，如今你是愿意也好，不愿意也好，没人能保你。都给我住手！把东西放下。11，恳请11殿下不要阻拦我等办差。我不管，今天一个也别想给我出这门。这是在干什么？给太子殿下请安。小贾，收拾东西，这是要去哪里？回殿下，皇后娘娘赏赐陆姑娘出宫养病。小贾本来就是司药司的侍女，出宫去养病干什么？大哥，他们就这么欺负小贾，太过分了！救人！快救人！太子殿下，大哥，我腹部奇痛无比，太医们说，只有陆姑娘才能医治，她有偏方。对啊，看给我四哥疼成什么样了！小贾，快帮他看看。可是皇后娘娘说了，放肆！本王腹部奇痛，就算母后知道又能如何？难道让本王一直难受下去吗？二皇子殿下，给二殿下请安。大哥，你们都在这儿做什么？陆姑娘为我医治有功，我已经向父皇请旨，破格晋升她为司药司的医女，还不快给我退下！是。小贾，11，你明日不还有早课吗？让陆医女好好休息吧，你早点回去。是。那臣弟先告退了。老四，你肚子还疼吗？要不要找太医令给你诊治一下？多谢大哥关心，臣弟已无大碍，望大哥保重身体。那好，你好好照顾小贾。是。二弟，父皇擢升小贾，可有诏书？并没有。你可知假传圣旨是重罪？大哥不必为我担心，我一定会替小贾请下这道圣旨。倘若我今日不这样讲，母后宫中的人怎么会善罢甘休呢？可皇后娘娘她……罢了，好歹现在小贾也平安无事，明日我也去求一求父皇算了。宫人回报，今日二殿下假以封医女为由，将人拦了下来。二殿下，很晚了，娘娘已准备休息。二殿下有事明日再来吧。哎，二殿下。
儿臣给母后请安。这么晚了还来请安？将小贾赶出皇宫，可是母后的意思？你也被那贱婢迷了心智。真的是母后做的。他虽然有点本事，却不能为本宫所用。多留他一日，便多碍事一日。你最好也离他远一点。儿臣做不到。你，路人甲祸封医女是怎么回事？你真的向陛下求了旨意？你竟然为了一个贱婢假传圣旨！儿臣会向父皇说明一切，为他请下这道圣旨来的。他到底给你施了什么魔杖？你竟然干出假传圣旨这种事情！若是被你父皇知晓了，那是会怪罪下来的。我会将这一切处理妥当的。你会处理好一切？你如此行事作风，让你父皇如何放心将江山社稷交于你？儿臣会向父皇证明自己的能力的。本宫知晓你的骄傲，但你也要明白，你是新明唯一的嫡子，是未来要登上大位之人，万万不能被情爱美色牵绊住手脚。罢了，不提这个扫兴的。本宫替你相看了李将军家的二小姐。李将军手握边境重地，是一枚重要的棋子。下个月的除夕晚宴上，本宫就安排你们见面。母后想做什么，儿臣都明白。但是儿臣要光明正大的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，这样不择手段，儿臣万万不能接受。你，母后，儿臣先行告退。你。李太医，丫头如何？师妹是因为体内余毒未清，又染风寒，所以才会变得如此严重。我已经开了药，帮助师妹治愈体内风寒。待我和师父商量得法，方能慢慢调理她体内余毒。她暂无大碍吧？无碍。行，你去吧。丫头，你何时方能不让我担心啊？原来我的玉山在你这儿。看着似就是个混蛋。病成这样，都不忘了骂我。由此可见，我对你还是很重要的。再喝2副药就好了。这几日真的是麻烦师傅，还有事情了。无妨无妨，反正我就是开药方，这药啊还要你自己来煎。早点恢复，早点到司药司帮忙。此次你调理太子妃怀孕有功，连皇上都惊动了，配得上一个医女的身份。往后在司药司，你要更加勤勉。好了，你好好休息吧。好，过2天就回司药司。太子和太子妃的身体还需要你来照料啊。交给我吧，师傅。好，师傅师兄慢走。秦少，在呢，亲。你说要是当时我被赶出皇宫了的话，我还能完成任务吗？你都不在皇宫了，还怎么完成攻略任务呢？倒也是啊，不能完成就是死路一条。哎，我真的没独当机会了呀。没有了，
且行且珍惜吧。小贾，你身体恢复的怎么样了？十一，你怎么来了？我给你带了点心，还有酒。我问过孙太医了，这酒你可以喝。哦，对了，还有补品，孙太医说专门给你补身子用的。好。不过我的伤啊，已经差不多好了。你看，怪我没用，当时只能看着你被别人欺负，却什么也做不了。你还小嘛，等你再过几年，一定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。来，吃一个。那你愿意再等我几年吗？当然，你再过几年就习惯了，到时候我陪你一起喝酒庆祝。小姐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不舒服啊？没事儿，可能是我的风寒还没好全吧。你先回去吧，忙完我去找你。你身子还没有恢复吗？多谢二殿下关心，您下的毒还真没那么好解，就算我喝了解药，也余毒难消，1年半载还是好不了。对不起，他竟然道歉了。父皇封你为医女的圣旨已经下了，你无需再担心被任何人赶出去了。多谢二殿下，我们4药司脏乱，不太适合您来，要不请您移步吧，我还有事，先不陪您了。二殿下，您的道歉我已经收到了，我想静一静。丫头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当然是来看看你，顺便给你带些补品。我都病了这么久了，你药好了。
秦少，在的，亲。为什么其他对象的好感度都一直在涨，但是赵晨毅的一直都是0啊？是出什么 bug 了吗？好感度程序并没有检测到任何 bug 呀，亲，我建议你更换攻略对象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让我割舍掉这么久以来投入的真情实感，果断及时止损？明智，我就是建议你啊，换一个攻略对象。哼，那你觉得我应该换谁呢？哎呀，从这个好感度上来说呢，11皇子赵晨轩不可能，小11是我弟弟，那是我的亲人，我怎么可能去攻略他呀？哎呀，看不出来，青还是一个有节操的姑娘。废话。那你再想想哦。其实我对你而言像一个宠物猫，你想找我的时候，你就会跑过来找我；不想找我的时候，你就把我一脚踢开。师妹，你在做什么呢？师兄。哎，师兄，刚才吓到你了？没有没有没有。你身体还未好全，需要好好休息。怎么还这样冒冒失失的？师兄放心吧，没事儿。师妹，你手中拿的是什么？这个是我的保命药。哎，我的药呢？药不见了吗？洒地上了吗？啊？你确定是这个药？我确定啊，你那儿有吗？我这没有啊。你帽子歪了，我给你扶一下，扶一下，扶一下。哎，好了。师妹，不着急，我们慢慢找。好。我还说回来把解药吃了，结果回来就发现瓶子在地上，而且里面怎么一颗都没有了。师妹，你说的解药可是清理你体内毒的？是。师妹无需担心，瓶中药气未散，我能闻出其中药材的成分。真的？对，加上我对你的脉案一清二楚，稍作分析便可以给你配出一副新的解药。师兄厉害呀！那肯定，我要是不厉害，师傅怎么可能收我为弟子呢？师兄，你简直就是我们门第开门。师妹，你可少捧杀我啊！哎，不过师兄，你今天突然来找我要干嘛？如今你已是皇上钦定的医女，这是特意给你裁制的司药司医女的官服。师傅收了你这唯一的女弟子，宫中没有潜力可循，便按照我们师兄弟衣服的配色，给你做了这套医女官服。这可是宫里独一份的荣誉啊！谢谢师傅，谢谢师兄。哎，这又是什么呀？哦，这是除夕宴的请帖，师傅命我给你送来，并让我叮嘱你，除夕当日，请务必陪着太子妃娘娘，一步也不能离开。没问题，放心吧。怎么又是你啊？我奉徐大人之命，在此看护云竹姑娘。不会吧，徐有正这是看上云竹了吗？我问你啊，徐大人和云竹原来认识吗？徐大人和云竹认不认识，我怎么可能告诉你？还有我们大人对云竹姑娘多好多好什么的，我怎么可能告诉你？啊，我这张嘴一边说着不告诉我，一边全说。徐有正那家伙真的对云竹上心了？让开！哎，我要去见云竹。你把东西给我，人就可以走。你拦我呀！我这可是奉你们徐大人之命，多多来看云竹的。小贾，是你吗？哎，云竹啊！对了，
如果你有什么不满意的话，去找石有正喽。云竹，我都好久没看到你了。前阵子我感染了风寒，一直在吃药，怕传染给你才没来的。你还生病了？你好点了吗？好多了，你看，现在不是除夕了吗？我带了礼物给你，走，进屋去。好。小贾，你最近是不是瘦了？你跟我说实话，你的眼睛到底怎么回事？可能就是前段时间绣花太多了吧，到了晚上就会有点看不清。不会是夜盲症吧？啊？你放心吧，我觉得过段时间肯定就好了。我给你把个脉。奇怪，怎么云竹也看不见了？难道这是 NPC 的设定？小云的哥哥特地做了一个跟小云一样的任务。小贾，没事的，我觉得肯定没事的。我这也就是绣花绣多了。那我过段时间去四药司给你抓点药，要认真吃啊。给你带的礼物，我自己腌的干草莓子。好。师傅，你就教我一下核桃灸的用法吧。哎，师傅，你普通的灸疗技法都不熟练，还想学核桃灸？师傅，我有个朋友他得了眼疾，我想给他试试核桃灸。师傅，师傅，要不你先教给我，我先学。你若坚持，我不拦着。你就照着这个药方去试，有什么疑问再来找我。谢谢师傅。哎，除夕宴你可别忘了。好，走了。呀。今天除夕夜宴的花灯十分别致呢。我来了，小贾，你怎么才来？今日天凉，而且风大，太子妃可否多穿些？穿了。你先前让十一弟送我的那个什么啊，暖宝宝，我都穿在里头了。好，太子妃，你过来，来哀家身边。你现在是咱们宫里最要紧的人，看好了。恭喜太后，马上就要做曾祖母了。是啊，哀家只盼着孩子能平平安安的出生。太子和太子妃夫妻和睦，马上就要添个奶娃娃了，我真是羡慕啊！什么时候我的耀儿也能给我生个孙儿，我也就心满意足了。耀儿有你张罗，哀家自然不用操心。听说你已经给耀儿在相看人家了。李将军家的千金凌薇不错，为人谦雅有礼，长相也温柔大方，配耀儿正合适。那是李家的二女儿。是。他家的大女儿是不是早些年没了？听说是出了意外，实在是可怜呐，所以我才更怜惜凌薇。我觉得耀儿跟凌薇真的般配，所以才给耀儿相看。皇祖母、母后，臣妾先下去入座了。去吧。太后，您先就坐。好。孙儿们，给皇祖母、母后请安。皇祖母，请。你们也入座吧。是。那两个人的好感度要是换一下该多好啊！皇上驾到！恭迎父皇。大家都随意些啊，不必拘谨，入座吧。小贾，四弟可是在向你示好？谁知道？四弟对你啊，可真是不一般。那天疯了一样的把你抱回皇宫，谁都不能插手。
最后还打了二弟一拳。不止这样，他还偷偷的照顾你，自以为没人发现。娘娘，您怎么知道这些事啊？弟弟们的心思，怎么能瞒过亲大哥呢？来，陛下请。二哥，十一，哎，四哥，来。阿慧，你是不是有些乏了？有些乏了。那不如早些回去歇息吧。也好，那我先回宫了。小贾，好不容易休息几天，你就放轻松，好好玩吧，就不用陪我了。好，那多谢娘娘啦。娘娘，请。二弟、老四、十一，我们来一起给父皇祝酒，祝父皇、母后、皇祖母，愿各位万事皆意，贵体安康，兴民国兴家和，千秋万代。来，都起来吧！你们几个今天怎么开心怎么玩，朕就先行回宫了。恭送父皇、母后、皇祖母。恭送皇上。今年的除夕宴是谁准备的呀？这烟花也太好看了。十一喜欢就好。原来是大哥。赶逢此佳节，有美景，有美食，还有3位兄长相伴，十一真的是太幸福了。我们是不是应该喝杯酒？来人，上酒！酒满上了，来来来，祝大哥身体康健，长命百岁；祝二哥心想事成，得偿所愿；祝四哥喜乐顺遂，一生无忧。那我们就祝十一永远天真无邪。不过瘾不过瘾，再来一杯！来人！二弟、老四，一起碰一杯。这才是真正的兄友弟恭吧。看来这游戏主打的还是温情。不知不觉在这个游戏里这么久了，居然让我生出了一些归属感。也许我暂时放下对好感度的纠结，就在这里好好生活下去，反而会有更多的收获吧。大哥，二哥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行告别。丫头，四殿下，你怎么在这儿？那殿下又为何在此？我酒喝多了，出来透透气。殿下是为了找那个叫路人甲的，才如此急匆匆的出来吧？你为何总是要提丫头？丫头，叫得真亲热。殿下对她掏心掏肺，全心全意的对她，还不知道她是什么样的人吗？我瞧她在宴席上伴在徐氏身边，倒是体贴得很。她做的这些事情，难道殿下还看不出来她是什么样的人吗？她先是勾结徐有正，献媚太子以寻求庇护，再是勾结二皇子对太子不利，她根本就是一个手鼠两端的奸细，
值得殿下付出真心吗？心儿，到底是谁要与太子不利？因为我心里清楚。那也是因为我看殿下被他迷了心智，我不忍再看你受他蛊惑。他先是勾引殿下你，然后是二皇子、太子，她这样的女人根本就是心如蛇蝎。殿下，你能不能清醒一点？叫无辜，我不无辜。于家社上下下上百条人命不无辜吗？你为了你的好哥哥，为了路人甲，就要弃我，弃于家于不顾吗？心儿，心儿，赵晨英。抱歉啊，丫头，之前那样待你。我是一个不得宠的皇子，父皇对我漠不关心，也没有皇祖母的庇佑，更没有皇亲国戚的帮着，只有一个关心我、教导我的恩师，却被徐有贞害得满门抄斩。之后，我便假意沉迷于风花雪月，韬光养晦，等待时机，直到你的出现。打破了我原本平静的生活。我没有想到，我跟徐有贞的恩怨已经连累到你，所以你才拒绝带我去比武大会，所以你才无视我对你的告白，还硬把我塞到太子身边，所以你才伤到的快要死了，还把我拒之门外。丫头，我以后会好好保护你，尽我所能去照顾你，不让别人伤到你分毫。等我替老师平反冤案，我就请旨去封地，我们两个就过平安顺遂的生活。无论如何，你的真心，我愿意再写。